神给人的福气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。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，历代的敌基督，上帝的仇敌，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除灭神的儿女。这古有埃及王法老想屠杀以色列的男孩，耶稣时代也有希律王屠杀伯利恒区域的男孩。那到了启示录12章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把这个事件背后的一个意象写明了出来，就是大红龙要吞吃妇人所生的男孩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的工作呢，就是要怎么除灭儿女，在孩子上面动手。当然，我们处在这个时代中非常的危机因为我们看到了在亲子关系、在家庭教育、在儿女身上，从教会的内部到社会的大局，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亏口。